好耐冇見，又係新手入門嘅時間啦。最近有單新聞，一個香港人司機喺英國揸車發生交通意外，被判入獄，係一單好令人傷心嘅新聞。所以我就決定做呢條片，分享下我喺英國呢度揸車學到嘅嘢，希望新嚟英國嘅香港人可以早啲適應呢度嘅駕駛環境。概況：喺英國可以揸車，你就多咗自由，唔使受到公共交通工具嘅限制，方便好多嘅。喺英國揸車好多時係一種享受，揸住車周圍去，上山下海，而好多地方都係視野廣闊，再加上四季唔同嘅景色，俾你唔同嘅感覺。我就最中意英國嘅秋天，周圍黃色嘅樹，到處黃色嘅樹葉，另有一番美態。另一個喺英國揸車舒服嘅地方係競爭性細好多，好多司機呢都比較上禮讓，比較少爭路爭泊車。如果你想轉線或者由小路出大路，好多司機都會讓你。唔似喺香港，大部分時間揸車都係喺互相競爭嘅狀態之下，唔俾其他人插隊啦，唔會主動讓人啦，甚至督油。當然，如果喺倫敦之類嘅大城市，就會有多啲粗魯嘅司機，冇咁禮讓。如果喺大城市或者市中心揸車，就有多啲機會遇到慢車同埋塞車嘅情況，就令人煩厭。相信好多香港人司機都係同我一樣，係將香港車牌轉換成英國牌。未嚟英國之前，係唔知道英國嘅揸車環境同埋規則嘅。我都係一路揸一路學嘅。不過好彩，香港嘅制度係嚟自英國，所以好多嘢都係相似嘅。例如大家都係右軚，有相似嘅交通規則。而道路設計、紅綠燈、斑馬線、路牌之類都係差唔多嘅，所以香港人喺英國揸車係好容易適應嘅。適應。雖然喺英國揸車都幾容易，不過始終有啲嘢係要留意下同埋適應下嘅。第一個要適應嘅嘢就係迴旋處。喺英國揸車係會經常遇到迴旋處嘅，用迴旋處而唔用交通燈去處理唔同方向嘅車流，其實係比較有效率嘅方法。特別係車流唔多嘅地方，係比較方便同埋環保嘅。但係當迴旋處車流好多嘅話，就會唔係咁容易進入到迴旋處。對於新嚟嘅香港人嚟講，可能初初會有一啲嘅壓力，而一啲車流多嘅迴旋處係會有紅綠燈嘅，咁你入到迴旋處就唔好諗住一路轉圈，係要睇埋紅綠燈嘅。處理迴旋處嘅方法大致係咁嘅。首先喺入去迴旋處之前，你要預先知道你嘅迴旋處出口喺大概咩嘢方向位置。如果有多過一條行車線嘅話，你就要揀翻適當嘅行車線，好似左線、中線或者右線。如果你要左轉，例如9點鐘方向嘅出口，你就行左線。入到迴旋處，你係要行外圈嘅。如果路面上有箭嘴指示嘅，你就跟住指示行。如果你要右轉，例如去3點鐘方向嘅出口，你就揀右線。入咗迴旋處之後，你係要行內圈嘅。如果你係直去，即係12點鐘方向嘅出口，咁就要睇地下嘅箭嘴，多數係行左線嘅。
不過有時一啲細嘅迴旋處，左線係轉左，右線係向前同埋轉右嘅。另外喺出迴旋處之前同離開迴旋處嘅時候，就睇需要打指示燈。如果你想順住迴旋處左轉，例如喺第一個出口出，咁入迴旋處之前就可以打定左燈。如果要順住迴旋處右轉，例如喺第三個出口出，咁一開始就可以打定右燈。過咗兩個出口之後，就可以打返左燈離開迴旋處。喺英國會有啲比較複雜嘅迴旋處，不過日常遇到嘅迴旋處絕大部分都係比較簡單，3至5個出入口嘅迴旋處，揸得多就會慢慢習慣嘅。最簡單嘅當然係一啲小型嘅迴旋處。如果入迴旋處嘅路只係得一條，咁你就唔使揀，直接進入迴旋處就得。不過進入之前要望右，俾迴旋處入邊嘅車行先。如果你係去3點到6點方向嘅出口，其實喺出迴旋處之前就可以打定右燈，俾其他車，特別係喺其他方向入口嘅車知道你嘅行法，咁就大大減低咗發生意外嘅機會。到要準備左轉離開迴旋處嘅時候，你就可以打左燈，然後離開。有時有啲小型嘅迴旋處入去嘅路有左右兩條線嘅，如果你要喺9點鐘方向轉左離開迴旋處嘅，你就揀左線；如果唔係，就行右線。有時你都會遇到一啲超細型嘅迴旋處，通常係來回兩條線，好似冇乜作用咁。其實佢係要嚟改變道路嘅優先權嘅。好似呢個情形，對面車想轉右，但因為咧冇迴旋處，所以佢係冇優先權嘅，佢就只可以停低打燈，等有車讓去，佢先可以右轉。咁有時就會造成後邊嘅車停晒，造成車龍。到一啲中型或者大型嘅迴旋處，原則之前都講過，好似呢個迴旋處入口有兩條線，如果你要去6至12點方向嘅出口，或者咁講，你會左轉或者直去嘅，你就揀左線。如果你要去3至6點方向嘅出口，你就揀右線。好多時呢啲迴旋處嘅左線臨尾咧係會分成兩條線嘅，左邊一條係轉左，另一條係直去嘅。大家要跟翻地下嘅箭嘴指示就可以。喺香港有啲司機為咗方便，喺迴旋處係一直行外線嘅，但係喺英國就唔可以咁樣，因為有時行左線，你係會被逼要左轉離開迴旋處嘅，而唔可以入翻去迴旋處。如果你夾硬切線想入翻迴旋處，咁就有機會發生意外。其實如果行錯咗，都唔使咁緊張嘅，通常前面都會有位，或者有另一個迴旋處可以翻轉頭，或者亦都可以索性跟導航行過另一條路。雖然時間係多啲，但係總好過發生交通意外。另一個喺英國要適應嘅係高速公路，因為喺香港揸高速嘅機會咧就唔係咁多，喺英國就唔係，好多時你都係會揸高速嘅。就算唔係高速公路，好多時都會開到香港嘅時速80到100，長時間咁揸得快，初初可能會有啲緊張，不過慢慢習慣咗，其實係幾享受。如果真係揸得攰嘅，喺公路旁邊每隔一段距離係會有休息位，好似呢個藍色牌就同你講喺1/2英里之後會有休息位。
再見到 P 字牌就可以駛入去休息一下。另外，時不時會見到服務站，揸入去可以食下嘢、休息下、去個廁所，通常都會有油站添。行高速公路，如果唔想行得太快，可以行慢線，除非真係要揸得快先至行快線，唔係嘅就唔好長時間騎住快線。好多司機會喺兩種情況之下轉去快線嘅。第一係前面嘅車，特別係啲大車行得太慢，需要爬頭。第二係見到有車即將由側路駛入嚟高速公路，駛去右邊快線就可以方便側路嘅車入嚟，咁大家都會安全啲。當然喺呢兩種情況，事後都會揸翻入慢線或者中線嘅。英國嘅高速公路算係又闊又方便，但係喺英國同時都有好多彎多路窄嘅路，尤其喺鄉郊嘅地方，好多時候會遇到只可以俾一架車通過嘅單線雙程路。呢啲路嘅路邊通常會有凹位避車處，就係俾兩車相遇嘅時候，其中一架車停埋一邊，讓對方先行。一般嚟講，如果避車處喺你嘅左邊，應該係你駛入去，讓對頭車先過。調翻轉講，個避車處喺你嘅右邊，咁你可以喺避車處之前停低，等對頭車駛入去。其實好多時就算喺市區，有啲雙程路因為有車泊喺路邊，令到雙程都變咗單程，咁都係要避車嘅。另外喺鄉郊道路上揸車，亦都要留意路邊嘅草叢，以防突然跳出啲小動物，小貓、小狗、小狐狸之類，甚至係大啲嘅動物，好似鹿啊、狗熊之類。好多時揸車都會見到公路邊有啲死咗嘅動物。另一個我初初喺英國揸車唔習慣嘅嘢就係黑夜行車，因為喺英國大部分嘅路就算有街燈都係會比較暗嘅，唔同香港咁度度都比較光猛。喺英國就算係比較高速嘅路都可能冇街燈，只有路面嘅雞眼石同埋周圍嘅車嘅燈光可以幫到你。好似呢條路咁，周圍冇乜光，但係就行緊70。我都試過喺天色好黑嘅深夜行冇燈冇雞眼石周圍冇車嘅路，就好似入咗一條漆黑嘅隧道咁樣，感覺其實係幾神奇。不過如果你嘅駕駛經驗唔係咁夠，你可能會有啲驚。如果你真係好新手嘅話，咁就唯有盡量避免夜晚揸車。禮儀。之前開場白都講過，英國司機平均嚟講係會比香港嘅司機禮讓好多嘅，特別係離開大城市嘅地方。舉例，如果你想由小路出大路，你將車停喺進入主路嘅路口，喺主路上嘅車，有啲司機會放慢車速，甚至係停車。佢哋通常會揮一揮手，或者最常見嘅係閃兩下車頭燈，讓你嘅車出先。如果人哋司機讓咗你，你可以揮一揮手，或者用手指公俾個 like。如果對方司機嘅位置未必睇到你嘅手勢，你可以喺之後閃兩下死火燈嚟表達多謝。如果你有側路要駛入高速公路，有時後邊嘅車會閃你，叫你插入去。其實英國並冇法例規定話司機一定要為其他司機讓路嘅，好多司機咁樣做，
只係與人為善，俾人方便啫。如果有司機主動讓你，你會覺得開心；如果你主動禮讓其他車或者行人，人哋都會多謝返你。喺呢一刻，你內心會有一絲嘅愉快。所以喺英國揸車都有令你享受嘅地方。喺遇到兩條行車線收窄成為一條行車線嘅時候，兩條行車線嘅車會一邊一格咁樣通過。呢個時候，大家要有耐性等下。咁呢啲潛規則喺香港都有嘅，不過香港好多司機都比較心急，有機會就唔遵守。另外，喇叭方面，香港同英國係好唔同。喺香港，你出車慢少少都可能俾人撥；喺英國，呢啲情況就少好多。喺英國，車嘅喇叭係唔可以亂咁撥嘅。英國人會覺得響安係冇修養同埋好粗魯嘅行為。實際上，亂咁響安係犯法嘅。不過喺倫敦呢啲大城市，就會多啲粗魯嘅司機，會亂咁撥人。冇辦法，住喺英國嘅人係來自五湖四海嘅，佢哋都會帶埋以前喺原居地嘅駕駛習慣嚟英國。喺馬路上，行人係有絕對優先權嘅，其次係單車、電動滑板車、電單車，跟住先至係私家車。特別係去到斑馬線，當見到有行人就嚟進入斑馬線，好多司機都會停車，俾行人先行。有時遇到一啲繁忙嘅斑馬線，都有機會等好耐。呢個時候就係培養你耐性嘅時候啦。哈，估唔到你哋都幾有耐性喎。好，繼續。喺我住嘅地方，每幾次出車就有一次會撞到緊急車輛，包括警車、救護車同埋消防車。佢哋嘅鳴笛聲都幾大聲，閃燈都幾閃下，有啲嚇人。我初初嚟到都有啲唔習慣。如果遇到緊急車輛，當然係要讓路啦。如果你係喺快線，就應該揸翻去中線或者慢線。如果只係得一條行車線，咁就唯有盡量靠左邊，俾翻多啲位出嚟，俾緊急車輛行先。車速，英國係歐洲唯一一個用英里嚟計算距離同埋時速嘅國家。香港係用公里或者叫千米，所以大家係要適應翻嘅。距離嘅單位，1英里 mile 就等於1.6公里。另外仲有一個常見嘅距離單位係碼，1碼呢就等於3英尺，亦都等於0.9144米。英國嘅車速單位係 mph miles per hour， 每小時嘅英里。1 mph 就等於香港用嘅 kmh 嘅 1.6 倍。英國嘅車速限制一般係由20英里到70英里。20英里就相當於香港行32，而70英里就相當於香港行112。喺市區通常會行20到30英里，即係香港嘅32至48。好似呢啲附近有民居嘅地方，就係行30英里嘅。主要公路係行60至70，即係香港嘅96至112。如果行高速公路，就係行70英里。其實
喺英國揸車相比香港速度係比較快嘅，好似呢條路咁，都幾多彎位嘅，係行緊50英里，即係香港嘅80。不過好彩，英國人揸車大部分都算守規矩，所以亦都算安全。一條路嘅限速，當然係睇路牌或者路面上嘅限速符號。另外，多數車嘅標板上面都有限速顯示。另外，如果你用導航，好似 Google Map 都會有限速顯示嘅。一般嘅限速路牌同香港一樣，係紅底白字加一個車速嘅數字。不過喺英國有一個特別啲嘅路牌，係圓形灰底加一條黑色嘅粗嘅斜線。呢個限速路牌叫做 National Speed Limit， 因為唔同嘅車嘅種類喺唔同情況之下呢，係有唔同嘅限速嘅。一般嚟講，越大型嘅車就要行得慢啲，所以冇一個所有車相同嘅限速數字。對私家車嚟講，限速通常係60英里。如果係來回都有雙線行車，而且中間有分隔嘅，咁限速就會高啲，行70英里。行駛，我揸車好多時都會依賴導航，好多本地人或者的士司機係用 Waze 呢隻 app 嘅，係幾好用嘅。不過我就用 Google Map， 唔係話佢特別好，只係我用慣咗，大致上 OK， 就費事改。紅綠燈係同香港嘅差唔多，不過喺英國嘅綠燈會有兩種，一種係普通嘅綠燈，另一種係有箭嘴嘅綠燈。如果係普通嘅綠燈，喺某啲路口右轉嘅時候，你係要等對面嘅車全部過晒先至可以右轉，即係話對面嘅車係有優先權嘅。當然，如果係有箭嘴嘅綠燈，你就有左轉或者右轉嘅優先權。不過實際揸車嘅時候都係要小心留意，因為有時啲行人或者單車唔會太守規矩，你都係要讓俾佢哋嘅。英國嘅道路係用字母嚟代表道路嘅種類，再加上數字命名嘅，好似叫 M8、A88、D208咁樣。M 路係高速公路，係最大同埋最快嘅道路。M 路咧可以有2到4條行車線。一般私家車嘅車速係70英里。高速公路係冇交通燈同埋迴旋處，亦都冇行人，所以係幾好揸嘅。A 路通常係一啲主要嘅公路，車速通常係60英里。如果係來回都有雙線行車，而且中間係有分隔嘅，咁就可以行70英里。同高速公路唔同， A 路係可以有交通燈同埋迴旋處嘅。B 路就係一啲細啲嘅路，通常會連去 A 路，車流量會少啲。而 C 路、D 路咧就係再次要啲嘅路啦，好似一啲鄉郊嘅道路啦，或者比較短嘅路。安全，喺英國都會有魯莽或者粗魯嘅司機，或者唔守規則嘅行人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如果發生意外，傷到自己或者人哋，無論邊個唔啱都好，都唔係一件開心嘅事。所以安全駕駛係好重要嘅。揸車要有耐性，唔好超速，亦都要留意周圍嘅單車同埋電單車。喺英國，除咗全封閉嘅高速公路，其他公路單車同電單車
係可以行嘅。有時佢哋會左穿右插，所以要特別留心。好似我住嘅地方，有好多人踩單車嘅，有時單車嘅速度都幾快。通常司機都會盡量讓單車嘅，因為佢哋係有優先權嘅。如果想爬單車頭，就要喺安全嘅情況之下，離開單車嘅位置爬頭，唔好嚇親佢哋。喺我住嘅地方，喺行車路側邊，有時係會多一條單車路，所以如果你想由大路轉入去小路，就唔可以大安旨意咁見到前面冇車就轉入去。你要做翻打燈、望鏡、擰頭呢啲基本動作，先好轉左。就算係左邊冇單車線，你都最好觀察左邊有冇單車，先好轉左。因為可能會有單車或者電動滑板車會喺左邊攝入嚟嘅。講起打燈，喺香港我有時都會懶得打燈嘅。不過喺英國，無論轉左或者轉右，最好都要打燈，對行人同自己都係安全啲嘅。英國嘅法例規定，車上嘅所有乘客係必須要帶安全帶嘅。如果車上面有小朋友嘅話，就要有兒童安全椅。如果車上有乘客冇帶安全帶，或者小朋友冇按規定使用安全座椅嘅話，司機係要受罰嘅。處罰其中一個我哋好容易犯嘅就係超速。至於超速幾多先至會被罰，坊間有個我都唔係好肯定嘅講法，就係將道路車速限制再加 10%， 再加2英里。例如條路嘅車速限制係30，如果你揸到35，你就會被罰。咁點解係加2英里呢？我嘅理解係因為汽車嘅車速顯示喺出廠嘅時候係 set 咗比真實車速高2英里嘅，反而我用 Google Map， 佢顯示嘅車速係準確嘅，所以你最多可以揸快 10%。 喺馬路上周不時都會見到偵測超速嘅警告提示，有時又真係會見到唔同形狀嘅快閃相機，好似呢個黃色盒咁，就係快閃相機嚟嘅。喺有啲相機前面嘅一段路係會有一段白色短橫間嘅線，就係提示計緊你喺呢一段路入邊嘅平均速度。被影快相嘅話，就會收到定額罰款同埋扣3分嘅。如果喺3年之內第一次犯，就可以讀速度意識課程，就唔使扣分。不過報讀課程都要俾85磅。如果超速得好多，就有可能要上庭，處罰都幾重下嘅。另一個會唔小心中招嘅就係巴士線。喺巴士線嘅操作時間之內，特別係日頭，私家車係唔可以駛入去巴士線嘅，俾閉路電視影到就要罰款嘅。不過只係罰款就唔會扣分嘅。通常巴士線嘅地面會有大字寫住 Bus Lane， 有啲好啲嘅就會由左右。不過點都好容易走漏眼，入錯巴士線。好似呢個轉左位咁，一轉咗出去就有2條線，左邊嗰條係巴士線嚟嘅，你要喺轉左嘅時候入去右邊嗰條線先至啱，一唔留心就會入錯巴士線。有2樣嘢係大家要避免嘅，一個係酒後駕駛，另一個係揸車嘅時候
用手提電話上網或者打電話，一來真係會增加發生意外嘅機會，二來因為係嚴重違規，處罰係相當嚴厲嘅。另外一提，喺平日朝七晚六揸車去倫敦嘅市中心，入咗 congestion charging zones 係要俾費用嘅，每日15磅。你要喺即日上網去俾錢，如果唔係，係要罰款㗎。好啦，我嘅分享就到呢度，希望新嚟英國揸車嘅朋友可以快啲適應呢度嘅環境，安全駕駛，享受英國揸車嘅樂趣。拜拜。